当这有寒流落南，因为这个透早的时呢，辐射冷却效应上低温出现伫桃园的6度半，台北马村10度4尔。气象局也针对这个北北基顶有17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，其中新竹县甲苗栗县会落到6度以下。气象局表示讲，这波大冷的寒流会发挥到礼拜，影响上严重是拜六甲礼拜这2天，中南部温差甚至会到11度，所以讲提醒乡亲一定要穿好袖。路口淋湿是巴肚烧火，食羊肉炉，大家来围炉，安尼毋才叫做同齐。顶摆同齐碰着寒流，敢若是2005年的代志，已经过17年咯。今仔日中昼真烧热，大家拢甲袖啊烫落来。从被窝起来那一刻是冷的，但是接下来我都觉得还好。甲头加悬悬，莫扣即个日头变去，因为当地报道这一波寒流，今仔日中昼阁有20度，日头一日无去随变变，亲像下晡上低温拢伫咧北台湾，桃园大溪到6度半，新北树林6度7，基隆7度6度8。气象局嘛经发布真冷的感觉色警戒灯号，新竹县、苗栗县6度以下，北北基、桃园、宜兰嘛无到10度。寒冷的黄色灯号是新竹市、中彰投、云嘉南、高屏、花莲和金门无10度以下几率。周六、周日的清晨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偏低的时期，白天的高温其实可以看到，就是大致在10到15度之间而已。那甚至夜晚也是来到10度以下。气象局提醒寒流影响上悬的时间点会伫咧拜六礼拜，虽望中南部高温各会当有20度，不过日夜温差会增差超11度，所以民众拢一定爱穿好袖咯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